昨昏伫咧桃园机场的飞行机坪出现一只边境牧羊犬咧走来走去，机场接到通报了后，随派人去找，加在是无影响到机班，嘛要求航空公司还阁检讨动物托运的停驶。原本应该伫运输笼仔内底的边境牧羊犬，竟然伫机场的停机坪一直走。代志发生伫18暗6点外，中华航空 CI132航班入境下回时，发生旅客托运的边境牧羊犬脱逃的意外。在机场才会这样奔跑，有点危险。肯定是影响飞安嘛，飞机要起降，然后你有狗在那边跑来跑去，那不太安全吧？机场公司接到通报，第一时间启动野生动物影响机制，调派人力甲各项作业车辆到日走找，继续监控跑道甲周边安全。暗时8点50分，伫机场南边宽场道附近找到狗仔，确认全程无影响航机运作。活生动物基本上因为避免它在这个作业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焦虑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一般都是最后上飞机，那最早下飞机。然后对于这种事情的发生，除了笼子之外，还有没有更好的第二层的保护？看有没有一些预防的机制，再去做一些控管。学者表示，机坪作业是高频高噪音环境，可以造成外生动物焦虑甲无安全感，煞来逃脱。机场作业任何一个疏失，拢可能会影响飞安。机场公司也强调，已经是要求航空公司甲地勤单位检讨动物托运安全定数，也要求因伫 SMS 安全管理大会中来改善说明，确保空车安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